有證有據，有黑材料。好，上回講到咧，立基工程控股1690咧，就阿黃鏡光先生咧就爭我哋19個家庭641250蚊，依家1蚊都未找嘅，咁亦都咧冇同我哋再有任何交涉啦。咁好，我哋主要今日咧就係要去討論下立基呢間公司啊，新上市當日2015年9月25號咧喺港交所創業板上市8369，咁咧當日咧已經玩串個 party 啦，配售價咧0.25嘅，上市當日咧就5蚊，最高咧就14.88話喺，咁點知咧上市4日之後喺9月29號咧跌幅達至94.9，懷疑咧將上市貨引散戶入局啦，咁用咗貨源歸邊嘅財技，咁呢個咧亦都係啤殼嘅必殺技嚟嘅。咁第一隻股票有咁嘅操作啦，咁命名為立基模式，犀利啊！咁好啦，2018年咧2月嘅時候咧就轉主板啦，就即係1690啦。咁公司資產咧2億幾3億啦 ，cash 咧就5000零萬，咁負債咧就1億零啦。2019年嘅時候咧就負3000幾萬，咁23年嘅時候咧就負700萬，咁1億幾市值都幾低嘅，咁大家咧都可以一齊留言討論下呢隻股票1690嘅操作啦。好，重點亦都係一個預告，話俾大家聽，有證有據，有黑材料，咁大家下集見。